头半年绿卡出南灯，如果打新灯版咯，不过更加安尼嘅风气公冇嘅。高雄民农园案路巷有一间传嚟上台人嚟嘅专门做新灯版嘅糕饼店，老师傅唔想用两公婆，也多年来还係坚持传统手工嘅方式来做，安尼嘅老师米幾多人客，使得20年。制作新灯版以前，要先同封條鴨、班車分開稱好。60多歲老師傅吳生勇講，一家祖傳三台糕餅店已經超過100年歷史，早期還有賣高天的太餅同馬lau全盛時期還做到木水。一個禮拜收3000塊呢，按過咯，從今年拜六禮拜安尼來講啦吼，拜六禮拜我喺度那裡洗頭有動刀咩？啊有多天份里邊咩？所以做量多，係種木水。喺拜年來講，都一將來出電，安尼啊，出做新燈版，叫妹要佢少做，冇人做啦。安尼講啊，洗妹故事也是公約啊。所以今年5月再同新燈版吸出來，已有規劃嘅花紋，同一種客家美食看起來更有美感。吳生勇指出。嗰啲新燈版除了慶祝將來嘅，喺完成嘅傳統祭典中，還搭配嘅前板同樹頭，向下傳達民眾對上天感謝敬意。關聖拜天公，咱有用錯，按其他無奈無用錯。嗰邊係咁默嘅咯。也咧都講啊前板，啊啦講頭嘅，下屆都搶啦西板嘅都做得咧。細間糕餅店有幾間嘅米香米絲，兩公婆做一生意嘅新燈版。就講體力冇像頭擺按好位，雖然伊都想要停下來，但是明白看到人客嘅要求，還係用最謹慎嘅態度同新燈版嘅米絲傳下去。客家新聞整份自貢報道。